而家係微微煮食時間。今日煮嘅材料係紫羅煮雞件，材料有雞背1個，新鮮菠蘿半個，子薑一些，汁料有菠蘿汁3湯羹，子薑醋1湯羹，鹽糖生粉。首先雞事先用些少鹽稍醃，猛鑊陰油落雞件煎香，皮先向下，然後開火，開中火慢慢煎，可蓋上鑊蓋，讓雞熟透些。可用一張紙巾濕了水，索去多餘的油分。反轉雞件稍煎，同樣是蓋上鑊蓋，較最慢火落薑片，煮一陣，再下埋菠蘿。下菠蘿後稍煮一陣，拌勻汁料，煮到汁料滾起便可成碟。這個紫羅煮雞件便完成了。